喂，急死人咩？快啲貼翻張膠布啦！100年前嘅今日發生咗啲咩事？如果喺100年前你俾呢一支生鏽嘅鐵釘吉到，染上破傷風嘅話，基本上就係必死噶啦。首先，你啲肌肉會一直不停咁抽筋啊，然後呢，痛到呢想冚頭埋牆，而醫生呢，只會同你講冇得救噶啦。喺1890年代，德國嘅科學家呢，其實首先已經做咗破傷風抗毒素，真係救咗啲人嘅。但係呢個產量呢係得好少，因為當時嘅技術有限啊嘛，而且效果都係一般般嘅啫。跟住去到咗巴黎嘅巴斯德研究所，嗰啲科學家呢就好唔甘心啊，於是佢嘅團隊持續呢就 keep 住去改良呢一啲嘅疫苗，終於呢喺1920年呢就誕生咗抗破傷風血清，而且仲可以穩定咁大量生產。而最關鍵嘅配方改良就係喺1926年嘅1月，巴斯德研究所向外正式公布，我哋終於發明咗超強嘅破傷風血清啦！由嗰陣時開始，破傷風嘅感染呢就唔再係直接收皮啦，只要及時打一針，存活率呢就會大大提升，真係救翻呢好多無數嘅生命啊！所以記住啦，雖然而家有疫苗，但係都要小心嗰啲生鏽嘅鐵釘啊！